莫非可終身美麗，才值得勾手指發誓？哼，你先有巴閉咩？睇住咯噃，我變，我再變。其實陣間咪唔同你一齊，唔係因為你 A 級或者 C 級，而係因為你太中意無理取鬧啦。聖經箴言21章9節就講：寧可住在屋頂一角，也不跟好爭吵的妻子同住大宅啊！你明唔明知啊？煩人！哎呀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，冇再愉快添。對你不只感激敬艾，當你知己才是虛偽。莫非多一份秀麗，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？給我自信，給我地位，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。任他們多漂亮，未及你矜貴。因有自無牌電視信，記者所以美鄧簡文報麗，導。使我自卑都放低，在半空之中親你，不管身世。